变成兄弟姊妹。圣经就是咱的宝贝，大家追求神的话，打拼活出福活行程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人看见神的所在，伊嘛是基督的心爱。有一天基督会再来，咱爱欢喜来期待。咱有一个宝贵的原地，就是神基督的教会。因为神做咱的生命，你我变成兄弟姊妹。圣经就是咱的宝贝，大家追求神的话，打拼活出福活行程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人看见神的所在，伊嘛是基督的心爱。有一天基督会再来，咱爱欢喜来期待。一个宝贵的原地，就是神基督的教会。因为神做咱的生命，你我变成兄弟姊妹。圣经就是咱的宝贝，大家追求神的话，打拼活出福活行程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人看见神的所在，伊嘛是基督的心爱。有一天基督会再来，咱爱欢喜来期待。圣经就是咱的宝贝，大家追求神的话，打拼活出福活行程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人看见神的所在，伊嘛是基督的心爱。